好多香港嘅朋友仔咧，想揾一個咧地段夠核心啦，交通又要方便，返香港咧又要快喎，自住咧又要夠舒服，投資穩陣咧又要現樓。咁今期咧同大家咧推薦咧中山天馭項目咧，位處於旗崗新城經濟總部嘅 C 位核心地段啦。佢位置於響中山嘅東區啦，以及石岐區嘅兩大經濟總部，屬於中山全新城市新封面嘅地段地標位置啊。咁仲有咧周邊咧林立住企業啦，同埋寫字樓喎。白領嘅集中地段，咁咧對租房呢方面咧都會長期有需求㗎。無論你考慮自住啦，定係投資，都係屬於你嘅首選。項目咧片區咧足足有120萬平方嘅大型綜合體啊，對標住城市嘅規格咧係台北嘅101啊，亦都係中山未來10年嘅發展城市新地標位置。天馭嘅樓下咧已經有咧美宜街啦，以及咧珍品酒店咧正式入駐營業嘅啦。咁未來嘅話咧，我哋亦都有大量嘅餐飲啦，以及我哋嘅生活品牌咧陸續入駐呢邊嘅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度嘅生活氛圍咧都會非常之舒適噶。呢度令我最滿意嘅都係呢個多維度嘅交通啦。項目位置於咧南中城際啦，旗崗道站上面嘅地鐵上蓋個物業啊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周邊有呢個中山站啦、中山北站，可以搭輕軌去到呢個廣州南啦、深圳北，直達香港西九龍。仲有一樣嘢啊，項目咧即將開通呢個中港巴士啊。無論你係返香港探親啦，定係返工咧，都快人一步噶，實現1小時大灣區生活圈。項目嘅話咧，有好多嘅生態公園啦，圍繞住嘅喎。咁咧，我哋家門口咧就有呢一個濱江公園啦。唔單止咁樣嘅喎，我哋嘅生活配套咧都非常之完善噶，有呢個萬象匯啦、山姆啦，亦都有呢個富日城啦，同埋呢個天翼匯啊，休閒娛樂集於一體啊。而家呢個戶型咧都比較符合翻咧年輕人嘅一個需求㗎，全系列咧都係4.5米嘅一個層高啦。咁當然啦，佢個空間咧都會好靈活嘅喎。咁無論你係自住啦，定係辦公啦，都非常之合適。最緊要咧，而家咧項目咧主打咧就係500尺到780尺嘅單位喎。仲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價錢比較低啦。大家咧最關心咧就係交付呢個問題啦。咁呢度我哋已經幫你解決晒啦。項目咧係由香港咧旭日國際集團咧親自操刀嘅喎。香港嘅大品牌，信心嘅保證啦。當然項目嘅戶型啦、採光啦，以及佢嘅視野都需要你親自過嚟睇翻次嘅喎。咁咧安心置業零風險。嗱，而家咧同大家總結翻啦。咁咧喺呢一個核心嘅地段啦，亦都有成熟嘅周邊嘅配套，多維度嘅交通，大品牌嘅現樓，仲係呢一個輕鬆置業嘅方向喎。咁無論咧你係考慮啦自住定係投資，中山108咧天馭屬於你嘅首選啦。大家想知道詳情嘅話，私聊我啊，send資料俾你。